要先谢谢一下制作单位分队有组了，没有分错啊？分对了，黑东西啊，他会骚扰人家哎，可以现场 solo 一下吗？我帮你数拍子，5、6、哇， 7、可以啊！ 8，哇，你这边也了解。这是用我的时间哎，怎么可以这样？你会讲哈 boy 吗？会讲客家话吗？一点点哦。那我教你讲一句话，你安然刀会讲吗？他叫你讲5遍，快点，他叫你讲5遍。你们这3个是怎么回事？他那个香菇太不要再碎了。压了，你们要厨师帮帮我吗？厨师帮帮我。现在吗？大手温柔来体育版团头完全没找你的计划还是落一笔。对，南东姐杨哈呢，她是茶艺跟插花的老师哦。哎呦，我会插花，你会吗？我会插花。我会插画。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今天呢，我跟博谦當中有一個非常美麗的花朵。哎呦，發點水凍到發朵了真呢，而且發點嘅導演講什麼呀？真件全部客家妹嘅動家。呀，當日順風嘅係你發點結案鄉嘅鄉長姚淑珍姚鄉長歡迎。歡迎你，大家好。真件同講啊，鄉長呀，導演你企嘅素材嘛改，而且地板上還有油桶發哎。哎呦，这是我们的好客艺术村，欢迎大家来聊。呀，導演有嘛該貼士老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第一馆的文化展馆，2馆的我们的客家吼，永庆街文化馆，所以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客家过去筚路蓝里面耕耘耕种跟我们客家风情的很多的这个道地的古文物，尤其有在我们一家之主的这个里面的蒸笼啊，还有我们过去使用的这些厨具，通通在里面。全部都抵度啊！所以啊，其實有來到倆吼，除了昨天看到安這樣的鄉長之外哦，他昨天來到好客藝術村哦，看到哦，挑前行業係怎麼辛苦撒網打餅哦，這個過來的。在好客艺术村有一个100年的老树，哇！还有给我们日本来的移民村的使馆。既然鄉長來到你節目當中啊，吼，鄉長我請教一下，你平常會煮菜嗎？哎呦，我報名哦。好，要都好慢慢好。好，因為等下吼，你留下來看，你必須全部都係人嘅鄉民。OK，到家就來加油一下。走的走的好走的，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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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謝謝，謝謝，金滿意。哇，鄉長都來耶！根本也係高規格嘅節目錄影。哎呦，連總服飾吼，今天多了3個總服飾。真幾好啦！先來分享到藝順康嘅錢玉鳳錢師傅。大家好，我係鳳大家好。來兄弟又來了，哇！我的新的好兄弟又加一個了，又新的。來改片哦，來第2片哈，我們的榮美溫榮師傅。大家好，大家好。都帶今年準備了什麼當地實力的食材呢？大家來看一下。都帶農場地主，今日係乜乜雞咧嘅？哦，等一下打開了喲，還會有像龍沙師傅哦，菜上一下啦。好，今天我主題嘅食材，嘿，哎呦，甜不辣，哎呦，做唔啲嘢呢？韭菜飯呢？韭菜，來唐坤啊！韭菜炒甜不辣，都簡單嘅，超簡單。係啊，啊，你忽略它，它會哭呢。哦，配菜點綴，點所以倆套菜是嘿。韭菜花炒甜不辣哦，出來了。哎呀，所以安喲，你聽啦，很簡單哦，所以今年哦，體育館的那一邊有福了。好，好啦，先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來自吉安鄉嘅，我倆組呢係兩表姊妹，淑米姐、老畢成姐，好漂亮哦！還有哦，我哋有冷水吼，哎呦，母女檔的走在運動姐妹檔，蘭蓉和蔡子清，好漂亮哦！哇，這是本節目。我要先謝謝一下製作單位分隊組了，有沒有分錯啊？分對了，謝謝。他會騷擾人家哎。完全今天就訪問這邊可以嗎？不行，來，淑梅姐，你們兩個吼，表姊妹嘛吼，先問下淑梅姐，今日有冇按用弄到按家？按跳舞誒，
跳舞了，跳不会啦，嘿哦，完了，我又有一点想来这边了。体育比赛有信心吗？哎呦我啊！加油哦！加油加油！动等音虾的哦，尤其是淑梅姐好可爱哦。当然最可爱的还是要把这个聚光灯哦留给一下我们的子晴。哎呦，其实哦，其赏算心的哦，悦目。从节目有两朵俩行哈，真的是录到最爽快的一次。那我哎呦，我们以后哦，都在花莲录可以吗？好啊，你自己在这，哎呦来得了。好啦，那么问一下来，马上喊好许葱煮菜。妈妈妈妈哦，好温柔哦。你最喜欢吃妈妈什么菜？客家小炒，哇？那女儿平常在家里都做什么事？做家事啊。好，OK。基本上的问题全问完嘞。不是，我帮你问。最重要的来一下。子晴有男朋友吗？厉害吗？厉害宝，厉害宝，来给分，给分，给分。是谁给分？爱呀！你们这些男人，你们是指？好啦，全部还有那边没问的。题。等一下，体育馆一定会加油哈。就算没有加油，我都帮你加油，好吗？好，我们水来金好体育馆比赛喽。木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是自家嘅好明星，用嘴的喊听嘅时间地度做出自听嘅菜色。本来係雅木卡嘅卡上瘾，也係雅木卡嘅明星好呢。比赛會由兩嘴嘅小吹奏先開始，準備拿出雅木卡嘅好本得了，一家之主上菜嚟。哇！叫咩有講嘛嘅？俩下吼，俺排除俺妈妈吼是会不音免什麼你的啦。媽媽？叫太快了。對，那是別人，那是子晴嘅媽媽。不音發言的啦。對。冇關係，等下日天會鬧你讓，哦，做得冇？然後我個幾日早些龍紅，我個考厲害，因為佢唔會切出，佢單聽我講法聽聽，各位順後要當到什麼嘅朋友，說了一口好都麻煩。係啊。我的主持人就這麼漂亮了，對不對？哦，對。好啦，冇問題啦。等一下，我老公講哦，俺媽媽就聯繫過哦。那是子晴的媽媽。走對啦，全走對啦。強龍了哈，強龍哈。你看媽媽點頭。現場要玩什麼？很熱啦。那個海菜圈啊，強龍係海菜圈，走對嗎？走對。好。剛我選馬茶，我選淑梅姐撈明珠。 OK， 馬莎。好，我跟淑梅姐。哦，準備好嘞。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哎呦，太有默契了！石頭布。哦呦，耶！哦，你先開始哦。你會講嗎？你會講嗎？還忙當，還沒點呢？還沒。一家之主愛心跳。強勇，趕緊，你不要一樣哦。強到冇強到，趕緊，強到冇強到。喲，沒關係，好，你就可以讓淑美哭。俺媽媽最強嘞！俺姐姐沒懂腔哎。哎呦，好，冇問題，我們再下一層，好，好不好 ？OK。等一下，我覺得美女要跟美女對戰，來，我找我老婆來。老女，公丟家了呀！這麼不要臉。哎，結果你還是出來了。好啦，準備好哦。剪刀石頭布，好，那你先哦。一家之主愛心跳，強勇冇強勇，強勇冇強勇。好，我輸了，謝謝。你最厲害了，沒關係，好厲害，好厲害。啊，這樣我會不會被告？好，我們被扣1分鐘。我們先開始比賽好不好？先入到地度，好。趕快先去休息。怎麼樣？冇感煙都要倒別人哦。我第一次不想站這邊。還是你乾脆就架到，大家都罰臉了。我覺得可以哦，可以哦，可以，拜託，唔好走進來。唔好走進來。這樣錄節目很麻煩呢。唔好走進來。好啦，大家繼續開始。好，記按鈕嗎？哎，做得。哎，淑梅姐，你平常是是抖那一邊哦，在哪一邊跳舞啊？南部南浦啊，南坡，南部真的沒有，我真客家文化館哦，專門跳哈嘎來舞啊，通充滿有了，通都會，都蠻有。好厲害，可以現場 solo 一下嗎？我幫你數拍子。他很厲害，他每天早上。1、2、3、4，1、2、3、4、5、6、7、哇，快點！哇，是你也哎，這是用我的時間呢。我們可以這樣，我有，還沒夠你聽啊。啊，
先湿就好了。两，我跟你讲哦，你切完以后，俺冇动性哦，不过哦，淑梅姐调完以后有一点点动心哦。真假的？赶紧娶她啊！哎，有点两难呢。两难。淑梅姐结婚了吗？唔係，还没有。金杯汉邦啦，金杯汉邦，今天还没。金杯汉邦。哎呦，那我今天结婚了。小。30秒，30秒。哎呀，做得嘞，做得嘞。不过，慧珍姐姐，来问一下哦，你都要给甜不辣系挑状的，条状挑的。诶，好棒哦！卖去种好好的，哈，去买那水水挑的，哦，没有海边的腌腌的腌的，俺卖水挑好，去种好的。OK， 洗点听喽，听了，好，怎么样？归心似箭了哈，归心似箭，觉得这2分钟够丢完。好，我看我陪你过去，因为真的很漂亮，我们过去有点看。好，医生要请暂停1分钟哦，先暂停1分钟。好，哎呀，心愿已偿，来就在这边。我跟你说，你今天要好好表现。因为我就这样站着。你今天没有要切菜了，你直接聊摸啊，我就是这样子一直看啊，这就是我的菜啊，你可以。你可以哦，对，你可以聊，可以聊。所以摄影大哥都已经脸臭，从外面多热。请问一下，该下明珠姐，等一下，我还是要比赛。来，时间开始。走马盖。神水枪嘞，这样来切。问子晴怎么切啊？对啊，子晴怎么切？2公分。子晴，你喜欢什么样个性的男生？温柔一点。哦，他没有。温柔啊。他完全没有。哦。他现在在装的。那身高有什么限制？肤色啊？比我高就可以。戴牙套可以吗？可以的。懂吵都认某，很吵，真的，你不会有空虚的时候，可以吗？好，可以。该挑选切了。讲好了。你看啦，冇看过俺安金种哦，绿环的哦。子晴要帮他擦汗吗？不是，你这样擦下去，我会没办法专心。没错哦，9、8、7、6、5、7、8、时间到。呀，他做得用茶开始做的，有1分钟的时间，请开始。子晴，你会讲哈贝吗？会讲客家话吗？一点点哦。那我教你讲一句话，你安然刀，会讲吗？你安然刀。他叫你讲5遍，快点！他叫你讲5遍。你们这3个是怎么回事？你有看到我们？没有？怎么说？怎么了？谁？后面谁啊？好啦，不过我问一下妈妈哈，因为记得用甜不辣系该挑的，你们就是有特别选过该腌的哦。为了这一餐呢，俺特别去买了好几种不一样的甜不辣。哇！现种哦。对，自己先对，已经吃了好几餐。那你偷偷讲一下，条状的为什么被你就是放弃了？条状有条状的。7、6、5、7、3、2、1，时间到。来，子晴你要记得做哈，你可以先烧油啊，讲话要温柔，夹落去做哈，来，夹。等一下讲来看你哦哈。你就掉啦，给你特权，你就都掉，反正画面会剪掉。观众朋友会打电话来骂人。好，干嘢就先走哦，慢慢走哦。好，加油。大家有冇問題都再問哦。子晴有什么问题？你是特权，可以用国语。你还是不要问我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专心做菜。要到祖國啊！哇，淑梅姐，你姐个莹莹的师姐的哦，又熟又美呢，这是事实。其实我觉得你的气质比较适合淑梅姐，再大一点。而且你刚刚一勾来时间，你为什么讲话整个音量都改变？有吗？刚刚另外一边比较小声。你刚才在那边像个有小男人一样。对，200多。你们的感觉，其实我让你讲吼，龙沙家是为绝配，只听为个性个性上为莫强咯。这个就有油了。好，马该游泳。阿比乐厉害。50人都有。那个是我的菜。谁？是我的菜。小鲜肉。而且他手上拿辣椒，有点辣。是他辣，他很辣，怪怪的。不知道节目的导向一点点了也奇怪哎，淑梅姐。
姐流汗了，好，今天姐流汗，来，卫生纸，来，哦，有很多脖子、额头的嘴唇那一部哎呦分，嘴唇牙部分。来，哦，你听我，一定了。成年老去擦汗，哇，小鲜肉的去擦，慢慢擦， Simone，来继续让它烤熟。 OK，哎，抽要看，再要看外地用的，太享受了。太享受做。得吗？做得，做得嘞哈。等一下转来款你啊哈，哎， OK，有点水不？有有点水嘿，等下盐。要水哦，要水要酒哦。哦，水哦，因为流调到汗哈，等一下留给我帮你擦。好，好，哇，我记得都是摸你，好，先摸你啊，先摸你。好了，让我去看一下子晴手对吗？做得，哦，好累哦，好诶嘞，安家咯，可以了，好，可以吃一看，吃一看，乞丐米头子，晴是不是你的菜？哎，来子晴你试奇款呢看，它是不是你的菜？他要叫你吃啊，对，你有叫我试吗？有哦，那我怎么好意思？他会觉得我们节目很变态。对呀对，早知道不要报名了哈。，对，先吃米头，该韭菜花係咪係聽我煮熟炒熟，上面會嗆那個嗆味？给东家就不会收。还是那个吃米头，不会伤伤哦。好吃，會上嗎？好吃。那我來試試看。哎，冇換椒，排泄。又好食，好，辣高丽，来，該打走嘞，好嘞，好累哦。加一点意思。哇，有现在香都没有味了，冇老干音嘞，有香味了。你也做嘛冇老甜粉嘛吼，嗯，做嘛用啊用。谢謝你切。講好事咯，一定要去幹買東西。冇加酒啊，酒，水啊嘛，鹽、有加胡椒粉嘛？胡椒粉末。蒜絲苗哦，蒜絲苗， 30萬個度咧，差唔多好咧有啊，吃米头吗？好嘞有吃米头吗？現時哦。先7塊啦，先7塊啦，看好事冇？没有人拿那个夹子我撕笑，咩啊？1塊嘅啊，1塊啊，係啊，凍好先，凍好动我些。些係啊了，，我倒數咧，趕快裝盤。 9、8、7、6、5、4、3、2、1，時間到。打水就有紫色可能兩管地度，奈部卡米西卡後色嘞。哇！你是配蜜音啊！我們也是，你這批講什麼耶？哎呀，全凍好食，來試看好嗎？好來。來，你看咯，這個拿，來，看看。cái甜不辣凍成個薯枝條啊！薯條味啊，按好事好咯，是咯。怎麼好吃？牛慢講。當 Q 也天不辣當 Q，韭菜花當甜，當 Q 哈，當 Q 當甜，應該韭菜花哈，又嫩，應該說有嫩呐，但是不會軟爛。哎，我們來吃藍隊的看看。好，給老師看啊！甜不辣好厲害哦！你講甜不辣凍厲害哈，媽媽老太家講一下，我哋個甜不辣就做個嘛個處理。這個甜不辣哈，本身迄段絲蟲麥片呢，啊唔過油炸過，等等切到給它油唔啲，抹個油，所以我將來呢，有來洗槍以後呢，用家裡的氣炸鍋，因為氣炸鍋可以抹油，就然後把那個香味再提出來。哇，好用心本意哦！哦，就油嘅香味啦，唔講冇鹽油。對，這個的後色好吃。兩家都有冇 Q 的後色的米頭。好，緊張的時間到了。兩時間有搶2個評審來分數，先搶7師傅搶分數。哇！呢款好 ，OK。好，來榮師傅搶分數。哎，好來7師傅公平哈跟。他講哈，這個甜不辣有故事，真的有厲害，真的有厲害。所以就是，我係想係挑了幾樣嘛，這個甜不辣吃到會辣咯，呼叫粉的辣。啊，兩片呢，時速的甜不辣，撈嘅放菜頭，冇熟。送不切下油的，你不要玩意炒切下油的知道的嘞，嘿嘿，冇買熟啊，嘿嘿。我榮師傅咁講咧，迄個用盤菜吼，遐片，啊，切到最後
还是感觉遐片内的叫出来法很有点会伤伤。哦，草毛球啦。还有你买的是可能泡的是嘛泡到跳落的。好，我若要讲水梅，安尼是到最好好吃无好吃，好，若要中意遐片内。一毕业，等下先休息下，看一下今日齐师傅带来乜嘅四个料理要教大家咧。种葡素卤菜。好，今日嘅係齐师傅帶來嘅四個料理，我覺得你已經越來越3分鐘料理，又對講好呀。 3分鐘，現在換3分鐘了。我們就是要教觀眾朋友。誰逼你的？哎，李亞哈，社會上的人，這個很忙，對，我買西跟煮菜，對，所以教大家講一下3分鐘煮菜。催命，小明係烏二韭菜法。哦，烏快脆法。哦，而家係韭菜法，辣椒啊，風葱條。烏誒，好，有冇嚟做咧？我做咧，搶開始咯，我計時嘛。好嘛。是。我看呢度兩片燒肉係味道該烏嘅係冇？係，破半越熟。好。我梗要開嗬。要先開咧。好。哎，你韭菜法哦，它的切的比較短呢。因為我要搭配那個烏的形狀。大小。哦。所以切1公分就好是嗎？嘿，差不多。一口吃堵喉啦。哇。切烏哦。烏誒咪係基隆鄉嘅特產哦。吉安3寶。嘿。哦，款雞肉新鮮哦，之前有幾集有講過哈，款雞嘅裡面那個汁。對。像了春的，你做啲咩？做啲拿落去脆，嘿，脆是變到很用的，做啲廢物利用啦。你下還沒幾3分鐘誒。2分鐘啦哈。入油鍋。好，沒關係，我們給他6分鐘。對，我們靠剪接了哈。我覺得啊，其實不懂用心誒，你看給他吹地度啊，他就把基隆鄉嘅2種特產全部弄落去誒，烏味老快脆。另外一個特產是什麼？還有乜嘅？龍鬚菜，西用瓜型。好，還有是做對了哦。即便冇煲菜，佢咩做得炒出來？你要是黑中公子啊？冇係啊。好。有啦，噔。我不要了，我冇咧，我硬頸。不要傲嬌啊！冇咧。我看你嘅灶做咧用的哦，唔是用水哦。是。哦，先用呼叫棍，大家都係燃。大家有乜問題都再問哦。子晴有什麼問題？你是特權，可以用國語。你還是不要問我好了，因為我沒有辦法專心做菜。要到煮鍋啊！真緊吼，梁朝偉選1/2的話，你會選瑪莎？你會選誰？來，徐師傅，還係主青衣。沈瑤哈，沈怡。他叫我沈怡，是問題要沈怡。你們這些選項都不好。會嗎？我要先幫子晴擋掉。等一下，他快要說出主青音了。不可能。好了，我就這樣認為了。哎，可以了，懂站隊喂。哇，很勇哦，很厲害。有人哦。很棒。有。好了。哦，好誒。好厲害。厲害厲害。哎，看起來凍上個素食的骰子牛哎。哇。嘿。好。哇。韭菜巴炒鵝。好犀利。好，兩個呢結合嘅結案也特別啲太特色咯，快脆老母味都喺邊出嘛米頭呢？唔係兩組都設嚟到，我們要先來猜題，先請齊師傅徐大大。哎，剛才為什麼改名？我們的工作人員封你為徐大大，因為剛才那道菜只做了5分57秒6分鐘。不過吼，我哋會半夜剪到剩3分鐘啊。我們不能欺騙，對，我們要好，來，我們馬上來看一下。五種嘅 CJU 啊，我加咱嘅目的係為咗乜解東西咧？A 基本嘅挑梅 ，B 講佢還有飲食。A 鹹蛋的呀。B 哦，你的來先猜拳，來子晴，然後慧珍姐吼。哎呀，你直接派子晴，你就問過機哦。我們講係
A 还 B 先猜拳，你先猜拳调查。猜拳。好来，等一下，行前了，好来。剪刀石头布，南荣姐呀，她呢，她是茶艺跟插花的老师哦。哎呦，我会插花，你会吗？我会插花，我会插画。剪刀石头布。哎呀，两问讲，样吧 A 还是 B？ B B 嘛哈 B。来，答案係 B。耶！用摆呢，这三粉要溶解到肌肉的纤维地板，分其溶出来机能蛋白，袂伫个肉泥间产生粘性。用泥是什么？肉泥间产生粘性，因为它有机凝蛋白啦。那要讲溶啦，哈，溶啦。OK， 好，就是我们能吃喽，谢谢。海 C， 其实我真的很想给子晴吃。因为她是那种男生跟女生都会喜欢的女生。明珠姐，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感觉奇怪哦，子晴安这样哦，用口内摸男朋友嘞。可是一讲一点就淹没男朋友啊。你做嘛个跳路诶？环保局。哦，公务人员。他超级不卫生的。对，不要那个对。不要强了。哦，不过你跳路经营动稳定的哦，很稳定。你要让我们吃了吗？对啊，家庭收入还不错。我们这一趴是品尝，我们这一趴是品尝，不是访问哦。没有，我们聊我们的。好 ，OK。你看聊我动我是又不会真紧动好吃。哎，好是啦，唔是个按用煮的老韭菜嘛。好吃嘛？好是啦。用 AQ 跟老太太讲一下。没有啊，就是讲，其实摆食到我的老韭菜嘛。以前又要在盘做的时候做油饭的时候，又嘛今年有鳗鱼。面膜干嘛？所以给你的地板是诶，撒到上面，油饭撒到上面半桌的。哦，我的由来是这样子由来的，所以来创造这一道菜。超好吃，而且比较诶下饭，当茶饭。好好吃哦，有时不吃了嘞。同好吃。叫做排，温西拢有出来，又甜又脆。好咧，有诶香味拢有。怎么连你讲话也变那么温柔？我们大家穷下温柔啦哈。好 ，OK。刚才太敢吃饱哎哈，也装够了。等下所有的金行这一关是厮杀了，因为前面呢一比一咯，最杯米亚关推太那关哎，你张黑你太重谱哦，来金行最杯米耶。爱黑太重谱。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运用客家特色食材，完成种谱10天愛做嘅菜色。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用嘴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沙亂款款模，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而你隨來上菜了。哇，水母已經關了。最緊張嘅時間，因為剛1比1咯。第二個創意料理已經看過咧，烏蝦啊、韭菜花啊，這一關都帶鹹氣，自動掛心咧，打開來。永遠掛是聽老太姐講一下，因為中亞嘅呢，其實佢係較高級嘅一種搶食嘅葉菜類啦，吼。韓家呢，因為都要結婚要特別種菜，永遠掛是特別嫩、特別好食。韓家我大做喜炸，唔可以還要給嫩的，你看，像現在那麼熱哦，一樣這麼好吃。卜卜脆脆啊用。真緊動車，好，該我用嘢嘅來做乜菜咧？龍師傅。見每隻菜吼，你調按辣，然後想講做涼嘅、適量嘅、涼拌嘅。太好了。結種使用掛心。好，用來做。哦。好，你啲來讀啊，來讀一節一節，啊，做啲來判斷，講有嫩啊冇嫩。讀好，你去把它汆燙，水滾了以後，你來底杯不用調嘅鹽，好，給它顏色才會較淺，最後還有變水起來冰鎮，佢才會脆脆，嘛會用強，較下黏。好，底杯每時我有香菇、薑麻，還有酸甜，要調你可以來切絲，配合它的刀工，我來炒豆香，較難會調的，你將來拿去才去涼拌。底部的調味就基本調味，鹽巴、胡椒、香油，可以加一點雞粉，最後來結種還有沙拉，來攪好先淋上去，將來芝麻加柴魚片都當杯，我些時間全部來攪啊，都做得了。好完整。係啊，讀起來開始才動呢個冇留勁啦，等一下還有時間做啲門嗬。好，來看一下今日嘅題目係乜嘅？龍鬚菜使用掛心，加香杯啲。切切啊慢慢，
吼，迄代表迄目界 ，A 迄较嫩 ，B 迄较老。好，阮睇起來團坤啊吼，都帶人嘅慢慢代表佢係較嫩也較老吼。A 是較嫩 ，B 是較老。先猜拳，好來，剪刀石頭布。哎呦，真緊張的哦。A 啊 B， 冇聽錯啊，A 啊 B， A 啊 B， 較老也較嫩，較嫩也較老，也較慢慢哦，好聽哦。基本你是講慢慢，迄較慢哦，慢哦，慢慢解黑咯，好咯，黑咯 B 黑起來就黑嫩 B 啦，那 B 啦。哦，答案是 B。有明顯的啊。係啊。因為得你。哎，唔過做乜嘅咧？佢要用慢慢吼，像呢兩種嘅啲使用掛線，你來看啲鹽度，你後背都有，條線都有，吼，佢啲量會達到凍高，呢條安得，佢我要好雜，吼，一定要飲水，我飲水，你飲水飲下去，佢叫唇較夾，唇較夾，佢一 QQ 嘅啲是都會較切，啊，佢冇水叫佢慢慢。哦。呀，管理度呢？你得到廚師幫忙我90秒，但你要到30秒，誰來進行比賽咯？咁一下，我要準備好先，我先要準備配料嘅部分。嘿，好，準備開始。好。我要睇喺度嘅。看唔看啊？係嘛？好啊。我參考一下吼，也個嫩姜嘅部分叫我拿來煸香也係。煸香，我煸香，古時我咪要切油嘛咧嘛。切油嘅啊。啊，啲使用掛線，冇按醋。還有乜嘢咧？還有乜嘢要注意嘅？我來講一下好冇？我見香，我見到。我見香，我煸到，我要煸到香味。誒香菇嘅味道會出來。哦。因為香菇係冷天嘅香菇，因為看佢暗盤，所以會有冬菇跟夏菇。下盤。香菇我用先用嚟先。你要有暗盤吼，我好看，你可以中間一刀。好，我哋來看。我還沒有，我還沒聽完。香菇，然後呢？中間可以把它片一刀，你切得那絲張會較好看。我要切絲哦。中間有冇對半切絲？我哋切出來有一片。哦，好，我們來看博先在談情說愛。對。好，趕快去糾察他。捉到你後，你點解咋？你點解咋？哎呦，吵你唔會講話呢，很奇怪，你看。你很吵呢。這樣吵，我難得吵你一下哎，我之前都沒有吵過你。好好表現呢。其實這樣子可以這樣子就好了，並不一定要這樣子。謝謝總不是呢。做對嗎？按一手那個講唄，你懂很心呀。哦，都按用音了。等一下會準備了喲。你現在把它弄平再切一半。這樣會不，這樣沒有辦法1/2。8、7、6、5、4、3、2、1，時間到，講完咯。第二棒我馬上，第二棒。哦喲，我媽媽來了。條線。是13哦，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哦。13音停。好。你剛做完嗎？我剛才動心了。冇，我能講幾條線完全唔能係講法哦。為什麼？唔啲，我拍到幾條用阿叫係嗎？可是子晴，你喜歡啞巴嗎？少話也不行。對。很難做人呢。對啊。女人真麻煩。而且子晴應該不喜歡年紀比她小的。哎呦，太小不好。這就要怪我媽了，你怪我沒有用。其實哦，蘭龍姐跟她講到，蘭龍姐呀，她呢，她是茶藝跟插花的老師哦。哎呦，你還都那道畢業搞嘞？對啊，現在是在慈濟科技大學漢字大。哇，太好了哦。我會插花。你會嗎？我會插花。我會插畫。大牌的插花。不過你係嘛個時間開始有接觸到這個茶藝到花藝？茶道是在15年前，那花藝在30年前。哇，好安久哦。所以你看吼，蘭蓉姐姐講話嘅時間哦，雖然哦動機咯，很急哦，你要慢慢講話，慢條斯理。該需要。我從頭到尾都是聽到你很吵。真的嗎？對耶，我也發現了。真的。好。可以過去了嗎？可以啊，長得可以哦。這樣忙啲油呀。好，加油吧，加油。好，謝謝。你愛先落去通無？哎呀，我做個電看水滾嘛。加滾誒，加準師傅。要滾得嘅。哦。
冻卵吼，要吹冻卵。你要顺沙做嘛，该比较强的部分嘛。做对两片强啊。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有厨师帮我90秒哦。我觉得用菜给调米的部分，好不好？调米哦，烫起来冻困难呢。我等一下是不是老寿鱼味都？可是我为什么要炒啊？会炒吗？干？它那个香菇太水了。不要再压了。你们要厨师帮我吗？厨师帮我。现在吗？马上内容哦。咱体这摆团头完全冇找你的计划来一遍。可是我为什么要炒啊？会炒吗？干？炒不去香啊，香菇啊，姜嘛，还有酸甜。各位嘞？风彩条，风彩条再用通的。对。你一拿来通哦。2分钟哦，等一下我晚音了哦。你拿来通。 30秒，等一下我晚音了哦。所以呢，大姐，我先让我讲一下，等一下吼，你不要强的东西都去别个讲哦，就停下来。第二，我保险关体，等一下多出来的时间就不搅来调米。好。等一下留起来就会变到变水滴度。好。现调米，现调米。标好标面。这还没有调味。有啊。我改一下。那那不是调。我调味盐巴37。要啊。6。哎，你走不得走哦，扣10秒，冻掉3、4、3、2、1，好，晚音，淑梅姐，换你大显身手了哦。这为什么那么热啊？因为开火了，因为它很热情。对哦。哇，好优雅。画，很淑美哦，真的很淑美。哇，淑梅姐站姿哦，这个可惜拍不到。她连站都是这样子站。哦，好。东西在这里，你叫我怎么办？该用吗？莹还有香菇。香菇我先标。香菇没有？辣椒嘛个徐姐标。辣椒都香菇，我再用通的。莫不给出破辣咯，不会附体。不要出破辣喽。第一关就是不要烧焦，不要弄烧焦。我们第一关就是这样子煮那个。要较细火，在香米我再煸出来。有小火，有小火，最小火。你顾着，等一下不必出破来，不要让它烧焦就好。等下我回来的时候再让它来。我先去陪子晴了。但是你要记得，等一下再捞起来去冰镇。那个要捞起来。你看我大老婆多么的大方，像棍的哦。我拿拉冰镇。你们2个人家的菜都，你们不要这样子啊！那个碗要拿过来，不要影响人家。盘子给我，可以的，可以的。哇，爆香的要小心哦。哇，好优雅，这么有架势哎，就架势哦。等下又变哦，等下会变狗哦，又变好些，变水哦，变水那上来了哦，又，好，不好意思挤到你了。坐。观众朋友圈款头啊，观众朋友会不会这一集都转台啊？对啊。想说可以麻烦导播帮我们切一个画面，这边卡掉，就他们就好了。对。打马赛，怎么切都切不掉。对，你走开。就先有讲到吼，客家菜的香米会煸出来，像客家人在煮在煲在香米会煸出来。好，你在片用细火慢慢一煸，香菇啊、酸条啊，还有在姜嘛，在香米出来，好装进去搅拌，好。然后那个所以两份就是做对了哈。那边有那个，那我会出货的。不要忘记有厨师帮忙。应该有厨师帮我的啊。请厨师帮忙。等下，你确定现在哦？确定？你确定我就用了？不要，先不要。先不要。那这个先。那你先不要，先不要，让我要过去我那边了。对，我们去那边了哈。好。等一下就买问题哦，台上问来的时候嘞哈。好。你有在看我的？可以的。冰镇有冰镇吗？有哇。这边的比较大气哦。哎呦，有没有燥耶？没有燥。没有很糟啦，没有糟。尽量不要先翻了，因为给某煸豆，你要让它煸一下再翻。它那个香菇太水了。不要再压了。香菇很像没有。香菇猫煸。你们要厨师帮我吗？厨师帮我。现在吗？马上内容来哦。开始。我先比替他。体这摆团头完全冇找你的计划来一遍。对，我已经放弃了。你讲鱼老经是挑米的部分，你还不是挑米。因为拿观众的时候我太控制了，所以我现在放他去。没有，你就是要证实，就是香油。不要再讲，你现在不要讲话。好，
用油，凉凉凉。因为它底部油炸油吼，香油它不耐高温，我加香油进来，香油就是直接进来这里面。直接进来里面。用菇美，它也会吸油啦，香菇。好，你这样你这样来形容挂，是不是就变狗了哈？有。盘子给吗？哦，调味不要忘记了。辣椒30秒，30秒。辣椒记得辣椒。辣椒在锅子里，辣椒。大家冰你落就好。哦，冰糖杯都好了。美乃滋不要忘了。20秒，20秒。辣椒冰糖杯都好。冰糖吼，其实唔爱用涩涩的面好，团。激酱。激酱，还不死。盛盘的时候9、8、7、6。你可以用。你还在搅平手。辣椒，好，所以我接手吗？那个要试味道哦。哇，炒不香哈，有炒到香哈。你刚刚有听到，记得就不用该香油，因为那个香油比较我太大声，香油比较耐高温。没有颠倒，香油比较不耐高温。哎，所以都是用拌的，香油都是拌的。哎，这是在B10，然后在做在它给。你们有那个哦，那个30秒。你们可以用，不要用都可以。然后这个倒进去，然后用筷子拌。嘿，凉拌哈，这个叫熟拌。熟拌。对，东西都嘿熟的。每时个部分做在闹总不是做哦哈。你要不要让？要那个，他做在做嘛个，除了挑每个部分，他做在做嘛个。这个7度后哎，我是好，那可以了。做在哈，做在。不行啦，我们要求救。对，我说现在可以了哈。我说现在可以了哈。好，可以求救。啊，求救。把这个。哎，你看杨师傅先拿好，你看。哦。计时开始。它底部要有桶，好，机架还有啲使用挂心，你桶吼行位要使用挂心哦，机架还有使用挂心。机外我们外先涩涩的等下掌握小改哈。再摸你来哦，你要搅好，3、6、时间到咯。好，赶紧烫到嘞。好。搅。你每次要吃哦，大约而已。好，搅拌去以后哈，搅凉，要搅拌完之后，去加摆盘呢，最后淋上这个那个该酱哈，它就会吃柴鱼片。把那个拌均匀。做得真棒。好，去看苏梅那边了。等一下，这个顺序一定要记得，摆水。好，没事，没有。慢慢讲。摆盘以后，不用该酱、鸡酱、柴鱼片、芝麻。好的。该顺序总得炒，总得唔炒哦。好。我条片好的。哦，辣椒是最尾要用哦。哇，这个应该下半。我建议辣椒，因为徐师傅不爱没有过热的东西。这个过热。但是我刚才已经他有烫过了，我有烫过。都熟了。好，来。我条片好咯。好来。不在我来用。 9、8、7、 6、 5、 7、3、 2、1，时间到。加入了吃色瓜亚管地度，那一家张海烈太重谱嘞。好，俩关呢是非常加常吹，而且呢做出来应该是太加动不会做的，因为这个表演关系就是我们结完的第三。我们先从我们风吹开始而生。好，没问题，给老师。按好些喽。按好些。同学，没按好些的，还冻好些了。兰蓉姐觉得呢？好吃。有符合你的美学概念吗？有色香味。他们也有配色哈，配色料。我之前感觉嘞，觉得呢？好吃哇！一如既往的温柔大方。哎呦，蓉师傅是留白哦。叫皮米头。好，不会米头。好，先不会讲哦，我们吃看蓝队的。来试看。该集中嘅蒜醋哦，很好处来一点。这道来必整剂。要吃到有香港的味。懂车。刚淑梅姐觉得呢？鸡酱的味道有出来。她偷她老公的话。怎么办？骗我爱 boy 啊！我们她老公是你，对不对？哦。她老公在哪里？在哪边？
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哇，哎呦，好，加0.2。今天都好选。好来，紧张的时间到了，这时间呢就先唱齐师傅唱本分数。哇，等下荣师傅唱本分数。很难耶！哇，恭喜！齐师傅先来，然后他讲一下做嘛，现在冷吹。强壮好，了解菜油啊，记得甲鸡酱又出来，今日题目嘛个鸡酱，然后记得香菇的梅头又出来，吼，啊了片感觉鸡酱的梅应该染海用板盖过去了，摸梅头出来啦，是超难听。好，荣师傅，你香菇啊，还有啲梅丝，要有别较久。它有壁豆，壁豆嘛，嘿，别较久，所以你食到我有啲香菇的梅丝，哦，还有啲姜麻，哦，还有啲大条的梅丝，好，然后这边的颜色，马卡酱色，好，动荣幸。评审欣赏妹妹都辛苦哦，哎呦，意难写。不过今日比赛结果已经出来耶，风吹得到1分，南吹得到3分。妈妈哦，哎呀，孝敬一下啦吼。3线跳半夜，恭喜加台机。今日片的同好哦，有一个多功能做解冻的一个节能版，含个2个内容都翡翠坚果2张，用它1分，有意哦。已经动断去啦，淑美姐哦系蜜音啦吼，淑美姐系蜜音啊。把腔回子轻啦吼，今天其实动换戏啦，走在绕墙头吼，俺后上俺这样的2母女，没走在按到2姐妹来到俩节目哦。我吼其实哦，兰蓉姐没动换戏啊，走在用美学带来动这样的作品，疗力本大家选，今日来参加就买信得了。第一拜来参加，很开心，工作人员也很客气。这个料理呢，我在家也常常做，但是没有加鸡酱啊。和美乃滋，但是这样子的口味很好吃，谢谢大家。当后是总在吉巴哈，莫穷人的想法啦哈。还有嘞，子晴，第一次跟妈妈来参加这节目，觉得很特别。谢谢师傅的指导的料理，我以后回去会多帮忙妈妈煮菜。还有嘞，煮菜。摸啦，OK 收啦。你幸福了。子妹一句，你给我听听看，最后一句是什么？千万不要讲。谢谢大家。好，恭喜！好，非常之了，拜参加，先对老太家讲一下。俺们第一拜来参加，先欢喜他家对俺哦，系啊，第一拜来参加。好教嘛？好教喎。你拜多来嘛？有限做得。无限都做唔得，讲堅健啊！好，那你有限章来撩哈。有限章来撩。好，那博谦的淑美姐呢？她刚才没有配对成功，肯定是要跟你配对了。哎呦，对。让我回家吧。当然，你也被拒绝了，那我就要死佛叉喽！死佛叉。好，要不要参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一家之主的节目，那这也是个很新鲜、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对，而且学到很多的新观念、新知识，很多东西是从来没想过可以加在一起的。谢谢师傅们的指导，谢谢主厨，谢谢可爱的2位主持人，对，2位啊，他是最1位了，1位而已，对。那男生就是你动燃刀，都欢喜啦。好，谢谢。今天真的非常的欢喜吼，其实呢，大家来做菜做料理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导演呢，黑公有讲什么来 Q 号的做料理的法，节目又变得更加疗愈了。你看张博谦。鬼戏真一直在被疗愈当中，你要慎重的思考一下，你够爱牛哈伊会不会被换掉？我觉得客台会创配对节目给我，没入口难啦。所以假使吼，你对煮菜非常有信心；假使你对煮菜非常有兴趣；假使你会用年轻来煮菜；假使你会用颜值还有国画艺术来煮菜，全走都来报名参加哦。冇错，你一家之主就会等待你来哦。一家之主，你下礼拜再见喽。拜拜，下拜见，拜拜。